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10月13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328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434天。根据乌军总参谋部的消息昨天俄军伤亡达到了1060人。那么一直到昨天俄军累计伤亡总数已经超过了112万人。俄军在顿涅茨克的多布罗皮利亚方向集结了大量的人力和装甲兵力，试图利用恶劣天气发动大规模进攻，推进到沙西夫卡和弗拉基米里夫卡，动用了大量的装甲和摩托车，遭到了乌军炮兵和 FPV 无人机有力打击，俄军损失惨重。乌军目前正在弗拉基米里夫卡定居点附近进行清剿行动。俄军本次战斗共损失3辆坦克、1辆军用拖拉机、16辆装甲运兵车。可以说这个俄军是损失惨重好不容易积蓄起一支力量来向乌军发起突击，结果惨遭毁灭现在在这个俄乌战场上乌克兰无人机军团的作战对于地面战局起着重要作用。现在双方都是靠无人机，主要是无人机的作战。俄乌战场上战斗最激烈的3个交通枢纽城市红军城，也就是波克罗夫斯克还有康斯坦丁诺夫卡、库皮扬斯克防御作战里，乌军是第414无人机旅、第412无人机团、第59无人机系统突击旅在波克罗夫斯克作战，而凤凰无人机团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作战。另一支无人机旅第20无人机团则在这个塞弗尔斯克作战，而第427无人机团据传吸纳了大量女性无人机操作员，作为专为以无人机防空作战为主。也就是这个427无人机团呢，是专门一支防空，对吧？专门打击这个沙赫德无人机的这么一个部队。在这个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前线乌军昨天接连解放了5到6个定居点，向前推进了6到8公里，将俄军推回到第聂伯罗与顿涅茨克州边界。在赫尔松前线昨天俄军向安东尼夫卡大桥发动了进攻。尽管此前一直有消息说俄军会发起渡河战役，但它真实性很低，也就是俄军现在没有那个实力去进攻赫尔松就是拿下了赫尔松他也守不住，因为毕竟在这个第聂伯河的左岸呢。根据媒体报道乌军现在已经学会了用水战水淹俄军。大家恐怕还记得在这个库尔斯克这个俄军利用这个天然气管道趁乌军不注意，那个俄军士兵组成敢死队，通过那个天然气管道然后爬了很长时间从这个乌军的后方突然出现。乌军现在是吃一堑长一智现在在这个波克罗夫斯克前线，这个俄军如法炮制，继续通过这个天然气管道还有石油运输管道想进行地道战，出其不意的出现在乌军的后方。我想大家恐怕还看过一个视频，就是那个俄军士兵在那个天然气管道里面匍匐前进的时候，突然一只野猪也从那个天然气管道钻出来。这个视频我现在找不到了也巧了野猪都已经钻进这个天然气管道。为了应对这个俄军搞偷袭，对吧？从天然气管道从这地下管道突然出现在乌军的后方。我看有媒体报道乌军现在开始水淹俄军，向这个天然气管道里灌这个污水。这些潜伏在各个天然气管道里的俄军这个结局那是相当悲惨。这叫乌军水淹俄军。这个乌军现在看样子是看上了兵法了。你想这个俄军现在被迫爬这个天然气管道，是因为上面全部是无人机在监控，没有办法。哪知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这个乌军直接向那个天然气管道、石油管道里面开始灌水。这是俄乌双方在战线这一块双方变化不大。目前既看不出俄军摧垮这个乌军的防线，也看不到乌军打垮这个俄军，所以双方在这个无论是波克罗夫斯克还是其他的战线都是焦灼状态。这个10月12日当地时间11日，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过去1天内，俄军对为乌军提供支持的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以及乌军军事装备存储点、乌军和外籍雇佣兵的临时驻扎地进行了打击，在不同战线打死打伤
1000余人，并摧毁乌军坦克、装甲车、火炮、汽车等目标。俄军防空系统则击落95架乌军固定翼无人机。那这是俄罗斯方面的通报啊，那就是形势一片大好啊，这乌军是节节败退。但是同一天啊，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啊，截至当天下午，前线共发生108次战斗，其中博克罗夫斯克方向战斗最为激烈。另外，据乌克兰国家安全局知情人士透露，乌军11日凌晨出动远程无人机，袭击了距离乌克兰1400公里的乌法市一座炼油厂。乌法市是俄罗斯最大的石油炼制中心之一。美国媒体报道说俄罗斯疯狂进口大国石油。根据这个美国媒体啊，也就是国际文传电讯社转发这个《声音人报》等媒体报道说，俄罗斯已公开承认面临严重的燃油短缺，并正在采取紧急措施，从大国疯狂进口汽油以缓解危机。这个坐拥全球11%石油储量的国家，如今却不得不取消进口关税，通过远东渠道从亚洲邻居那里购买汽油。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炼油设施的持续袭击，已被认为是导致此次危机的直接原因。这些袭击已迫使俄罗斯38%的炼油产能瘫痪，汽油日产量骤减8万吨。根据华盛顿邮报和俄罗斯工商日报报道，乌克兰近期采取的新战略集中针对俄罗斯的炼油厂，导致近40%的炼油产能处于闲置状态。俄罗斯能源市场分析机构数据显示，由于遭受乌克兰无人机攻击后难以修复，很多炼油厂在攻击后被迫关停。10月初，乌克兰无人机更是击中了俄罗斯第4大炼油厂卢克石油公司在夏诺夫格罗德州的叫克斯特沃炼油厂。该炼油厂年产能达1700万吨，不仅加工来自西伯利亚和达达斯坦的石油，还是关键的道路沥青和塑料原料生产基地。10月4日，俄罗斯最大的炼油厂之一基里希炼油厂在遭受无人机袭击后，已停止其产能最大的原油蒸馏装置 CDU6 的运作。这套装置年加工能力800万吨，约占炼油厂总加工能力的40%。消息人士称恢复生产至少需要1个月时间。同时根据这个英国金融时报12日报道也就是乌军轰炸俄罗斯的这个炼油设施取得的这些成绩，军功章上有特朗普的一半这是金融时报报道的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美国数月来一直暗中协助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的能源设施发动远程打击，目标包括炼油厂等关键基础设施，旨在削弱俄罗斯经济实力，并迫使俄总统普京走上谈判桌。报道称多名不愿具名的乌克兰及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情报机构在行动中提供了关键的支持，协助乌方规划打击路线、飞行高度、攻击时机以及任务决策，使乌军无人机能够绕过俄方防空系统实施远程攻击。3名消息人士称，美方深度参与了整个行动规划过程。一名美国官员指出，乌克兰负责选择打击目标，而华盛顿则提供这些目标的薄弱环节情报，以提高袭击的成功率。目前白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办公室以及乌克兰外交部均未就相关报道做出回应，而外交部方面也尚未发表评论。这意思这个金融时报报道，那就是乌克兰把俄罗斯炸成这样，还有特朗普的功劳所以说导致俄罗斯一半以上的地区开始出现能源危机，至少有57个炼油厂因为乌克兰的袭击面临炼油中断。荷兰国防部长布雷克尔曼斯表示荷兰将向乌克兰提供价值2亿欧元的新军援，这些资金将用于反无人机系统。乌克兰和荷兰还将建立联合国防企业，并在基辅为荷兰科技公司设立一个协调集群。英国也将与乌克兰联手生产格林德炸弹，以击败俄罗斯军队。英国计划每月为乌克兰生产约2000架拦截无人机，以击落俄罗斯的叫沙赫德无人机。这个英国
国政府官方声明啊，英国已提前5个月向乌克兰交付数百枚防空导弹。此外，乌克兰最大无人机制造商在英国投资2亿英镑建立无人机生产线，预计创造500个就业岗位。这个最近普京啊，在这个中亚啊召开这个中亚峰会、多联体会议等等啊，不是见了这个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嘛？普京亲自向阿利耶夫道歉啊，并要赔偿阿塞拜疆这个失事飞机啊。今天我看啊，网上有很多媒体拍的照片啊，这个照片在俄罗斯是禁止公布的，但是啊，阿塞拜疆那边媒体就公布出来了。这个是普京在跟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交谈时候的画面。这个画面啊，普京佝偻这个腰啊，像极了一个行将就木的老，抠着腰，背对着记者，然后向阿塞拜疆总统叫阿利耶夫啊，不知道在说什么。而阿利耶夫啊，摆出一副非常这个轻松休闲的姿态，哎，在那儿似乎啊是在听一个下属在汇报，就是这种感觉。所以我在前2天节目说了啊，普京怂了。为什么怂了？普京什么时候向别人道歉过，对吧？打了你的飞机，那应该是你的荣耀，你应该骄傲才对。但是普京这次啊，真的就是道歉了，还要赔偿。为什么？因为这些小兄弟啊，这些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这些曾经俄罗斯的小兄弟、小跟班，都已经纷纷离俄罗斯而去，惹不起你还躲得起。关于这个特朗普啊，要给乌克兰援助这个战斧导弹，那到现在为止啊，这个战斧导弹的下落啊，最后什么情况也不清楚。但是俄罗斯这边那绝对是如惊弓之鸟啊，嘴上说没事，但是实际上非常害怕。这个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他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啊，记者问他这个乌克兰对吧，受到美国的战斧导弹该怎么办？这个卢卡申科说啊，我认为我们需要冷静下来，我认为这是特朗普的策略，你不应该轻信这一切，以为明天他们就会把导弹部署到位，然后发射。再说毒药都有解药，我认为美国总统比任何人都更明白这一点。这个卢卡申科显然是急了啊，也开始向特朗普啊喊话。这个卢卡申科他是嫌自己脸大，在前几个月啊，白俄罗斯不是跟特朗普现在是眉来眼去嘛，对吧？勾肩搭背。我记得特朗普还给白俄罗斯还解除制裁，是不是？完了给他送了好多波音飞机的那个零部件，实际上这个白俄罗斯用不了，他就直接转给这个俄罗斯了。也就是卢卡申科啊，嫌这个普京啊向特朗普喊话还不够，自己在麦上贴上自己这个老脸，对吧？再向特朗普喊话，看看特朗普能不能听得进去。实际上还是说明这个俄罗斯啊非常忌惮这个战斧导弹。根据欧洲媒体报道啊，说罗马尼亚表态，如果俄罗斯出兵进攻摩尔多瓦，作为同文同种的兄弟，罗马尼亚已经准备好向摩尔多瓦提供各种军事援助。我看来啊，这个普京啊恐怕还没有糊涂到这一地步。德佐一共啊俄军大概6000人，要派这6000人去搞事，显然是自不量力啊，力量也不够。再说啊，对乌克兰来说啊，盼着这个德佐的这个俄军啊搞点事，他正好有机会出兵，对吧？一口气灭了这个德佐的6000名俄军士兵，还权于这个摩尔多瓦老百姓。我们再看啊，这个前一阵子啊，传言这个叙利亚的前总统巴沙尔在莫斯科他的豪宅里面莫名其妙中毒，然后被送往医院抢救，后来抢救过来了啊，是不是普京做的局，对吧？这不好说啊。但是有的人说啊，说你要看这个巴沙尔如果中毒死了，谁最受益，那就谁干的。所以大家就怀疑是不是乌克兰的这个敌后武工队啊渗透到巴沙尔身边了，给巴沙尔下的毒。如果巴沙尔中毒而亡，那全世界都不听解释啊，认为是普京干的，因为普京是毒命绝命毒师啊，是应该这么说，最善于用毒。那这个巴沙尔如果中毒而死，那不是普京还是谁呢？哎，就奔着这个逻辑啊，所以说有人认为是乌克兰干的，但是到底谁干的现在不清楚啊。我认为啊，还是普京干的可能性比较大。实际上普京就是杀鸡害猴啊。这个德国媒体《时代周报》报道啊，他说叙利亚前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目前与家人居住在莫斯科一栋摩天大楼的豪华公寓内，并长期沉迷于网络游戏。报道援引接近其旧日核心的消息人士称，阿萨德极少外出，长时间进行网络游戏，这是他在逃亡孤寂中唯一的逃避。10月2日，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援引消息人士称，阿萨德疑似遭遇投毒，并在莫斯科一家医院接受治疗后出院。我们再
看看啊，一个大国的同胞啊，向全网求助。这个同胞啊，说他一家4口啊，2个大人，2小孩，开着这个房车啊，自驾俄罗斯，结果遭到俄罗斯海关的这个刁难，拒绝让他从俄罗斯这儿。这哥们儿开了一个房车啊，一家4口从这个大国出发啊，绕到俄罗斯，从俄罗斯又绕到什么欧洲格鲁吉亚，从高加索穿过去。结果他设计的是原路返回，结果从格鲁吉亚在进入俄罗斯的时候，这回完了，俄罗斯海关拒绝他出境，理由不太清楚。大家看视频啊。本来是不想录这个视频嘞，想了想还是录一个吧，看看大家能不能帮我们支一个招。我们现在是在俄罗斯，现在的情况呢是俄罗斯的海关不允许我们离开。我们是今年的5月份从新疆口岸进入哈萨克斯坦，然后从哈萨克斯坦的口岸进入俄罗斯，在俄罗斯待了2个多月，然后又进入欧洲，欧洲走了20多个国家，然后现在是返程，从欧洲返到俄罗斯。在进入俄罗斯之前呢，我们办的是俄罗斯的电子签。拉脱维亚入境俄罗斯以后呢，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叶卡捷琳堡。现在的问题呢是俄罗斯的海关不允许我们用电子签证离开俄罗斯，因为我们回家也要走原路，从俄罗斯进入哈萨克斯坦，然后再回到新疆，还是原路返回。俄罗斯这边给出的解释呢是不允许我们使用电子签走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口岸。如果我们不走哈萨克斯坦的话呢，还有2条线路，一条是在这里重新返回到格鲁吉亚，这个地方离着格鲁吉亚还有3000公里，然后走伊朗，走乌兹别克斯坦，还走其他几个国家，然后回到中国。这是第一条线路。第2条线路呢，是我们现在一直往东走，走蒙古国，然后再回国。但是走蒙古国呢，我们的蓝牌车还有驾照是不被蒙古国认可的。这些天在叶卡捷琳堡这边啊，我们是在之前认识的俄罗斯朋友他的家门口驻车，然后他们也带着我们去了当地的移民，还有出入境管理，包括昨天又带我们去叶卡捷琳堡的中国城找我们中国同胞去帮忙，包括也找了我们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暂时没有办法。现在确实走不了，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口岸不给放行，出不了俄罗斯，所以你没法进哈萨克斯坦。但是如果是走伊朗或者是走蒙古国呢，风险又很大，不知道怎么办了。该想的办法也想了，该找的人也找了，现在被困到这里了。就是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对这方面了解的，能不能给支个招，给出个主意，看看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这是俄罗斯的朋友谢尔盖，刚回来，他来了。Hello， 谢尔盖，你好，你好。我在想啊，你说你这拖家带口的，居然去俄罗斯，说明胆儿也够大，也不是大吧，就是对俄罗斯是无限信任。这个怎么说呢？有点太不负责任。毕竟带着老婆孩子啊，如果你自己好说一点，你带着老婆孩子，你往这种地方跑，多多少少啊有点不负责任。第二个，我这儿劝他啊，别着急了，等着吧，因为咱们给俄罗斯放开了签证，俄罗斯很快啊也给咱们放开签证，那不是礼尚往来。到时候放开签证了，你出境应该不难了吧，对吧？大国跟俄罗斯友好啊，亲善呢，在这种背景下，合着你不让大国的这个游客过境，没道理啊。另外一个啊，我怀疑啊，这个 UP 主是不是没准备好钱放在他的护照里，对吧？你在护照里面加个100美元，你看这海关官员是什么态度？不行就200美元，这个200对俄罗斯的很多官员来说啊，基层官员那是一笔巨款。黑市上200美元意味着多少卢布啊？在这里啊，为什么要放这个视频呢？实际上就是让很多
国大国的老百姓啊，不要想当然，不要天天看那些黄俄说的，还真把对吧俄罗斯当俄爹了，以为俄爹会罩着你，俄爹稀罕你，俄爹喜欢你，不要搞错了。这个世界上如果让选一个俄爹最瞧不起的，恐怕就是黄俄。就是这个世界上啊，俄爹最瞧不起的人，这个不是我胡说，大家自己可以多看一看。既然人家最瞧不起的就是你，你舔这个大脸跑去干啥呢？对吧？既然你非要舔这个大脸要去玩，那你要做好各种困难，对吧？心理准备，各种刁难。这个普京啊，为了维持他的战争，但是他的国内经济又不行了，所以他就靠罚款，对吧？靠勒索，靠敲诈，靠所谓的反贪啊，这个搜刮财富。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叫克雷姆斯克区区长也是被普京抓起来了啊！据说啊，这哥们逃跑的时候身上携带了12公斤黄金和1亿卢布现金，整个的资产加在一起啊，就随身携带的就有20亿卢布啊！所以在俄罗斯啊，这么一个对吧，自治区的下面的一个区长，这么一个小人物啊，在大国啊，大概其是个充其量是个副厅级干部啊，就跟胡锡进老师级别差不多吧，副厅级啊，这样的一个小人物手上都有1亿的现金，还有对吧，随身可以带着跑的黄金啊，还有其他的货币20亿，你说小官巨贪呢？这个梅德韦杰夫啊，11日正式访问朝鲜首都平壤。这个俄罗斯人很有意思啊，非常讲究啊，非常巧妙。这个梅德韦杰夫啊，带给司令官的居然是司令官的爷爷写给斯大林的信。大家知道这是什么信了吧？大家自己琢磨琢磨啊。司令官的爷爷一世写给斯大林的信，那个信就是我的猜都能猜出来，是请求啊斯大林同志啊要援助对吧？我们解放南朝鲜，或者是被这个美帝啊和其他的联军啊打得受不了的时候，这个司令官的爷爷向斯大林同志求援啊，请尽快派部队、派武器、派炮弹、派空军支援这个朝鲜人民的这个解放事业。大家想象一下，这个普京啊让梅德韦杰夫把这封信带给司令官，什么意思啊？多多少少有敲打司令官的意思啊，就是你呀也别嘚瑟啊，你现在帮我，你要记住以前我也帮过你，对吧？你向我们求援的时候，咱说啥了吗？现在你对吧才出万把人来帮一下，你就嘚瑟的不行，赶紧啊，对吧？再给我派点人，炮弹再拉一个。你看看你们以前向我们求助的时候都是什么态度啊？我们怎么对你的？所以说白了啊，让司令官啊端正态度，这不是你给地保老人、给普京、给普叔叔对吧施恩，你是还债的，别搞错了。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对吧？现在咱地保老人也不希望你涌泉相报，你好歹的吧，你有啥武器人给都送点过来，是不是这意思啊？你说这个时候啊，居然把他爷爷给斯大林写的信交给这个司令官，那不就是意思呗，对吧？大家还记得这个啊，周星驰演的这9品芝麻官呢，是吧？那里面我记得是说他那个周星驰是受过那个以前送给那谁一张饼吧，然后他去找人家给他回给他一筐饼让你吃。这个俄罗斯人啊耍心眼，那也是耍起来对吧？某些国家也是甘拜下风啊，耍不过他，既能耍流氓也能耍心眼。流氓会武术，你说怎么办？每日电讯报啊发表重磅文章，认为克里姆林宫在经济战中败局比军事上取得优势的速度更快。克里姆林宫认为会在自身崩溃之前抢先击败乌克兰，但结果可能并非如此。俄罗斯经济面临沉重压力，而俄军在夏季攻势已失败，每天损失超过800人，却没能形成有效突破，更没能打破僵局。每日电讯报认为，为了应对俄罗斯目前面临的危机以及无力保护石油基础设施遭攻击，克里姆林宫可能会冒险升级战争，寻找容易攻击的目标，尤其是在北约内部。而大西洋月刊也持同样观点，认为乌克兰有机会赢得这场消耗战。俄军试图迅速推进乌克兰东北部，主要城市和物流枢纽依然在乌军的控制之下。占据数量优势的俄军没能在进攻中取得任何突破，乌军有效利用无人机、精确炮火打击和优化的部队调动方案，瓦解了俄军的进攻。9个月前，形势看起来很危急，乌克兰武器落后，俄罗斯士兵和雇佣兵的肉浪不断推进。现在，乌克兰不仅有欧洲作为强力的支持者，而且还适应了持久战，战场上挡住了俄军的进攻，同时又通过远程袭击不断破坏俄罗斯的战争能力，还降低了自身风险。这个就是咱们说的
啊，就是在战线上双方谁也动不了谁。这个无论是前乌克兰的总司令扎卢日内，还是俄罗斯的这个普京，他的这个军事顾问呢，也就是俄罗斯杜马的议员叫罗戈金，就是俄乌双方的军事高层都认为在战线上想击垮对方太难了，因为防御比进攻强的太多，双方都一样啊。所以说这个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叫彼得雷乌斯将军，他就说了他说现在是彻底瓦解俄罗斯战争经济，惩罚那些助长战争持续的势力的绝佳时机。彼得雷乌斯在接受世界报采访时指出，乌克兰对俄罗斯炼油厂的袭击已经导致俄罗斯经济崩溃，但还需要对购买俄罗斯天然气和石油实体以及向俄罗斯军工综合体出售零部件、芯片和备件的实体采取措施。这些物资使莫斯科能够继续生产武器、弹药和类似产品。彼得雷乌斯还表示，明年俄罗斯的国家福利基金将完全耗尽财政资源，因此现在是欧美实施新制裁的时候。如果我们把所有这些措施结合起来，俄罗斯的战争经济将被摧毁。如果我们惩罚那些助长战争延续的人，并比以往更加坚定支持乌克兰，这将改变战场态势。之后普京最终会明白，这是一场他无法继续的战争，届时他将不得不认真谈判如何结束敌对行动。也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美西方的政客这个观察家都认为这个俄罗斯可能要溃败经济要先崩溃。那俄罗斯内部呢，这个老黄俄斯列列科夫又是狱中来信也边登缝纫机边坚持关心国家大事这个斯列列科夫对普京应对特朗普将要给乌克兰战斧导弹这个软弱行为表示遗憾。他说，如果特朗普把战斧交给乌克兰怎么办？不幸的是，答案很可能是什么都没有。原因很简单，他说我们开始一次特殊的军事行动，从2022年春季开始对敌人采取了防御态势。我们不想摧毁乌克兰纳粹国家，也不想解放落入敌人手中的俄罗斯土地。他就嫌普京是处于一种防御中的进攻，是一种防守的策略，也就是老黄俄嫌普京不够激进，胆小。然后这个老黄俄对哈萨克斯坦的背叛表示愤怒。斯特列科夫说他说这方面一个例子是哈萨克斯坦，他实际上加入了对俄罗斯的制裁和封锁，并开始扣留和审查来自大国的货物，以确定是否符合制裁。也就是老黄俄也觉得扛不住了。总之这个随着战场上大家都处在一个僵化，对吧？一种战略相持的这么一个态势下，那很显然形势对俄罗斯是极其不利，因为时间不站在俄罗斯这边，俄罗斯的经济随时都有崩溃的可能。这个符合我们的预期，也就是说不要指望着乌克兰，也不要指望着北约靠军事打败俄罗斯，这个比较难。但是拖垮俄罗斯那基本上是板上钉钉。普京现在是进退两难，停火一不是他说了算，第二万一真的停火，普京一定会遭到俄罗斯的清算。我们拭目以待。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